跟住咧就係關於 B 題啦，咁就係考抗日戰爭嘅內容嘅。咁有啲同學就錯將呢條就理解咗做其他嘅，即係其他嘅抗戰啦，即係有啲人會寫咗呢一個甲午戰爭嘅內容入去啦，咁就有啲可惜咁樣嘅。咁啊，第二點咧就係關於呢一個即係民族團結啦。OK，咁佢就話民族團結有啲咩作用啦？咁你見到資料三咪寫咗兩樣嘢嘅。一個咧就係講咗軍隊方面噶啦，另一方面咧就係講啲後方嘅百姓嘅。OK，咁所以啊，基本上你就可以用翻呢兩點去到寫翻啦。咁前線軍隊咧，咁就有賴國共嘅合作啦。即係咁，你可以舉翻相關嘅事實啦。咁然後啦，呢一個後方嘅百姓咧，咁就可以寫翻佢去到即係提供咗一啲人力物力啊，海外嘅華僑亦都出錢支持啊。咁最主要都係寫翻呢兩個啦。咁跟住啦，資料四係啲乜嘢咁樣？咁資料四嘅 A、B 咧，A 就有即係大概有一半嘅同學都可以答得啱嘅。OK，咁 A 咧就會係偽滿洲國，咁有啲同學就寫錯咗個即係個洲字啦，咁就有啲可惜。咁呢度個洲字應該係冇三點水嘅。咁 B 咧？我見到應該大概係即係極少數嘅同學可以答啱嘅啫，因為呢度話係掠奪嗰個資源啊，咁其實就係三光政策。OK，咁所謂嘅三光政策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下一條嘅題目去答嘅，因為下一條就問啦，呢個經濟行動對於即係中國嘅影響啦，咁有啲咩嘅經濟行動咧？咁最主要就係集中喺呢個叫做東北嘅地方啦。嗯，係東北，冇寫錯啦，喺度得噶。好啦，東北係咁，東北咧就係即係一啲叫做資源就被掠奪啦。咁就例如一啲叫做煤礦啊、鐵路啊。咁第二個咧就係啱先所講嘅三光政策啦。咁三光政策咧就會對應住燒光、殺光、搶光。咁就係即係叫做即係令到當地嘅啲資源就受到掠奪啦。咁呢度都可以喺翻資料四呢度見到。咁呢個就對應住即係東北嗰個 point 啦。咁呢個就對應住三光政策嗰個 point。咁跟住咧就話資料五國際形勢點樣幫助中國嘅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啦。咁喺資料五裏邊咧就會見到有美國同埋蘇聯，咁應該就要分別寫翻呢兩者嘅即係幫助啦。三大部分同學都係寫即係美國投入原子彈呢個 point 嘅，咁確實啦，呢一點係可以證明到即係有幫助啦。咁但係因為其實原子彈已經接近到抗日戰爭嘅尾聲啦，咁所以齋寫即係原子彈呢一個就會有啲即係嗰個時段橫跨得唔夠多咯。咁所以呢個就會建議即係補翻其他嘅事例啦。例如美國咧係有提供到一啲軍事援助嘅喎，例如一啲武器嘅裝備啊，同埋飛虎隊又去到幫手啦。咁就同埋咧，佢就又喺即係確保咗呢條叫做
中緬鐵路啊，中緬公路咧可以順利咁樣去到行駛嘅，咁就即係確保咗個補給啦，呢個補字，呢個就係尾。咁蘇聯就係宣戰啦，咁佢宣戰咧就係即係叫做即係調走咗，或者調散咗部分嘅日軍去到去作戰啦，咁就無法集中兵力啦。呢個就係蘇聯嘅公路啦。咁可能大家比較少去到見到呢一種嘅方向嘅題目，咁所以都答得比較麻麻地咁樣，咁所以可以去到即係俾個機會俾大家去練習一下啦。